嘅，今日咧就睇我嘅功力啦，睇下可唔可以吸引到大家咧，係利用今年瑞士係呢個行路年 Year of Walking 俾大家，因為咧我知道大家咧香港人咧就唔係咁擅長行山啊、徒步啊、運動嘅。咁一聽到咧話我哋去親瑞士要行山嘅話咧，唔好搞啦！哇，都唔知要唔要行幾多個鐘，或者會唔會好辛苦？咁所以咧，今次咧係特登咧，我哋係做咗一個叫做行路年。咁希望咧，大家其實無論去瑞士也好，去歐洲也好，我哋會鼓勵大家利用一啲自由時間，或者爭取多啲自由時間，係喺無論喺城市或者山區、湖泊裏面咧行路。行路咧，我哋講緊咧。有一啲嘅線路咧係半個鐘頭，亦都有一啲嘅線路咧行幾日幾夜，上到4000米、5000米嘅山峰都有。咁當然，我哋今次主要咧介紹俾香港嘅客人去瑞士嘅話咧，我哋係講緊一啲比較簡單啲。咁我以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或者係我哋係以往有一啲嘅經驗所收集得到咧，我哋會絕對建議大家咧，行山或者係行路嘅話咧，我哋會建議大家咧由30分鐘至到大概揀選咧最多唔好超過2小時半嘅線路。咁而呢啲線路咧，其實咧大家唔使擔心話，我對瑞士其實唔係好理解。大概俾大家個概念。瑞士咧其實係一個好細嘅國家，只係得42000幾平方公里。哇！呢個概念即係乜嘢呢？大概大家諗一諗，由香港、澳門，然之後加埋廣州，一個呢個三角形大概咁上下。由北去南，其實瑞士坐火車或者揸車嘅話呢，都係講緊3個半鐘到4小時。由東去西，大概揸車嘅話都係5小時，坐火車大概係4個半鐘到5個鐘，但係其中有啲可能大家會駁我話，喂，唔係喎，冰河快線咪講緊7個半鐘頭。大家呢個呢唔好忘記，冰河快線呢條嘅火車線路呢，我哋係講緊全球最慢嘅快線，所以嗰個係長達7個半鐘頭。咁並且咧呢條嘅線路咧，我哋係特登開慢俾大家去欣賞風景嘅。咁所以咧呢條線路我哋係撇除。咁而瑞士咧本身亦都係一個細嘅國家，大家可以咧考慮下。頭先剛才講過，就係香港、澳門、廣州或者深圳咁上下嘅範圍，係咪？大家可以考慮咧，就係話唔需要晚晚去搬酒店嘅。舉個例，大家如果係喺香港度住嘅，你係咪可以搭45分鐘嘅火車嘅船期過澳門啊？等於大家如果住喺蘇黎世，你唔係一定話我要今晚我住蘇黎世，然後下一站呢我就去留心。咁留心大家都可能即究竟喺邊度啊？頭先大家咪睇到有本書仔，有條花木橋嘅。呢個可以差唔多係講緊我哋瑞士一個經典嘅地方，亦都可以咧被而家現今瑞士人稱之為中國城嘅地方，因為最多中國遊客咧就會去呢一個地方買手錶啊，或者係參觀啊拜訪。天鵝湖亦都喺呢個地方。咁而講緊蘇黎世落嚟留心呢個地方咧，都係講緊1個鐘頭嘅車程，講緊火車。每半小時已經係有火車到㗎啦，咁所以咧就係唔需要大家話我住蘇黎世一晚，然之後喺呢度地方又住一晚。大家其實喺瑞士玩旅遊嘅話呢，大家可以諗一諗就係話東南西北，即係如果你要去勻全個瑞士嚇東南西北4個地區，是但喺呢4個方位裏面呢揀一個落腳點，而落腳點裏面呢，你就可以住2晚、3晚或者4晚或者5晚。然之後呢，等同喺香港地住，我今日過澳門玩，我聽日過珠海玩，我後日就坐直通車過去廣州，然之後玩翻過嚟，或者係縮細嘅範圍，我住喺尖沙咀或者我住喺灣仔，我今日住喺灣仔，我就玩灣仔嘅地區，或者喺灣仔嘅路線度行。
等同喺蘇黎世或者係琉森或者係因特拉肯嘅地方。咁然之後呢，我就可能舉個例嚇，因特拉肯少女峰嘅落腳點。今日我玩少女峰下邊因特拉肯兩旁嘅湖泊嚇，圖恩湖或者係呢個 Brians 湖係大家記唔記得 Brians 湖係英文中文係譯乜嘢啊？布里茲湖係布里茲湖。咁兩個湖咧，其實揸住個交通證咧都係免費遊船河嘅嚇。咁而你揀因特拉肯，遊船河我唔遊得一日㗎，遊個零鐘好冇？然之後我就上岸就去返火車站，坐45分鐘嘅火車去瑞士嘅首都伯爾尼 Bern。咁你又可以玩半日。咁呢度我已經係一日嘅行程。然之後夜晚黑住返喺因特拉肯。聽日我就如果天氣好嘅，我就上少女峰。嗱，少女峰咧就需要一日嘅時間，因為由少女峰上山頂嚇，由因特拉肯上少女峰咧係需時2個半小時嚇。而2個半小時之內咧，大家可以咧係斷開嚟玩嘅嚇，因為班火車咧其實你買一張票咧係已經係來回㗎啦。咁而你當玩來回嘅時候咧，如果大家冇時間，你就可以一路直接由因特拉肯坐火車上到山頂，然之後玩完就翻落嚟。咁但係咧，我會建議大家利用1天嘅時間，其實就可以玩咗因特拉肯。然之後就係下一站20分鐘之後咧，就大家會玩個瀑布鎮 Lauterbrunnen。而喺瀑布鎮咧玩1個鐘頭到，就接翻啱啱好。由因特拉肯再另外1個小時，其實每小時都會有火車上山頂㗎。咁你就接翻下一班車，就上半山嘅Rengen， 呢個係一個環保村莊。咁而你已經係上咗半山，喺半山望翻落嚟整個因特拉肯嗰個山景，同埋咧劉德本納嗰個瀑布鎮嘅 U 型山谷。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體會嚟㗎。並且咧，你行到中間點咧 Rengen 咧係一個無煙鎮。頭先剛才講過就係呢個係環保村嚟㗎嘛，全條村得300居民。咁呢啲村莊咧，亦都係咧可以俾大家咧係適合咧喺條村莊裏面有好多嘅行路嘅路線圖嚇。咁而行勻全條村咧，大概都係喺1個鐘頭之內嗱，要計。唔係計大家要去購物啊，去影相嗰啲嚇。咁1個鐘頭之內咧，差唔多啦。你想影嘅雪山白雲做背景啊，青草地啊，小木屋區啊，呢啲全部已經係可以影得到嘅嚇。咁然之後咧，你喺呢個 Rengen 嘅話咧，就再接翻原本喺因特拉肯總站開出嘅另外1個小時嘅火車，接翻就上山頂嚇。呢度係一條嘅線路，上到山頂當然係玩雪啦嗰陣時嚇。咁回程翻落嚟嘅時候咧，大家亦都可以咧考慮咧，就係話我當中途轉車嘅時候，我又開始行路啦。嗱，唔係行山嚇，係行路。咁而講緊個行路咧，淨係單喺少女峰上高咧，已經係多達幾十條嘅線路。剛才我有啲 sample， 大家留翻㗎。我哋喺我哋嘅 counter 嗰度，或者大家已經揸住有一個係少女峰，或者呢位先生借俾我，係啦，少女峰嘅行路嘅路線圖。